创世纪第48章，雅各祝福以法莲甲玛拿西。这代志了后，有人甲约瑟讲，你的老爸得破病。约瑟就带伊两个囝玛拿西、以法莲做伙去探雅各。有人通知雅各讲，你的囝约瑟来要看你。雅各勉强起来坐伫面床。雅各甲约瑟讲，全能的上帝捌伫迦南地的路斯对我显现，赐予我，佮甲我讲，我要互你生炭真多，成做真多族，佮要将这个地赏赐你的后代，做因永远的产业。我也未来埃及你遮以前，你伫埃及生的两个囝。以法莲甲玛拿西，对现在起要算作是我的囝，亲像路边、西面是我的囝。你以后生的囝就是你的，因通承接以法莲甲玛拿西的产业。我对米索不达米亚倒转来迦南地的时，伫离开以法他也有一站路的路中，你的老母累结死。我非常伤心，甲伊埋葬伫要去以法他的路边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看到约瑟两个囝，就讲因是甚物人。约瑟对伊老爸讲，因是我的囝，是上帝伫遮赏赐我的。雅各讲，请甲因带来我遮，我要甲因祝福。雅各年老目睭花，看袂清楚。约瑟带迄两个囝挖滚雅各，雅各就甲因针，甲因揽地。雅各甲约瑟讲，我想袂到会当阁看到你，现在上帝阁互我看到你的囝。约瑟将两个囝对雅各脚头尾中间带出来，然后趴伫涂骹拜伊。后来约瑟阁牵迄两个囝挖滚雅各，正手牵以法莲去伊的倒边，倒手牵玛拿西去伊的正边。雅各双手拍车，剩正手换细汉囝以法莲的头壳。倒手换大囝玛拿西的头壳，伊就甲约瑟祝福讲：愿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服侍的上帝，就是眷顾我一生直到今仔日的上帝，愿救赎我脱离所有的灾难迄位天使，赐福互这两个囡仔。愿我的名以及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的名，通过因流传伫世间，愿因伫地上生炭真多。约瑟看到伊的老爸用正手换以法莲的头壳，就无欢喜。伊将老爸正手摊起来，要对以法莲刷到玛拿西的头壳。约瑟对伊的老爸讲：阿爸，毋是安尼啦，这个才是大囝。请甲你的正手换伫伊的头壳。伊的老爸毋肯，讲：我知，我的囝，我知。玛拿西嘛要成做一族，佮强盛。毋过，伊的小弟以法莲将来会比伊较强，成做大族。翌日，雅各甲因祝福讲：以色列人要用恁甲人祝福，讲：愿上帝互你亲像以法莲甲玛拿西共款。雅各甲以法莲摆伫玛拿西的头前。雅各阁甲约瑟讲：我搁遮无偌久啦，毋过上帝会甲恁同在，会带恁倒去恁列祖的地。我以前用弓用刀对阿摩利人抢来的示剑迄块地，我要互你得到的比你的兄弟较多。